此后2025年1月26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实行改名，新春蒙运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利未记26章第10到46节。毋通为家己做任何神像，毋通在雕刻偶像，也是跳像，嘛毋通伫恁的境内按照相跪拜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着守我的安息日，敬重我的圣所。我是上主。恁若切实遵行我的规例甲命令，我会照时甲恁落雨，互土地生产，互田野的树木结果子。恁修成五谷，要收到满葡萄的时，满葡萄要满到野种的时，搁恁会有美牛食到饱，伫恁的土地安居乐业。我要互恁四境平安，恁倒咧困，无人甲恁吓惊。我要将凶恶的野兽对恁的地赶出，搁互恁袂拄着战乱。恁要甲对敌赶走，因要死伫恁的道下。恁5个人要赶走100个，100个人要赶走10000个，对敌要死伫恁的道下。我要看顾恁，互恁生炭真多，嘛要建立甲恁立的约。恁旧的美牛食犹袂了，就着甲伊徙走来收藏新的粮食。我要伫恁中间建立我的会幕，我袂厌恶恁。我要不时甲恁同在，我要做恁的上帝，恁要做我的子民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有带恁出埃及地，互恁无搁做埃及人的奴隶。我捌讲断恁的担，互恁举头挺身向前行。恁若毋听趁我的话，无遵守我的诫命，弃杀我的规例，厌恶我的命令，无要实行我朗总的诫命，违背我的约，我就要安尼对待恁。我一定要互恁惊吓，着喜乐热病直到失明，人衰懒。恁野种无采工，对敌会甲恁的收成食了了。我要对恁变面，互对敌甲恁拍败，互怨恨恁的甲恁管辖，无人甲恁入，恁嘛要逃走。恁拄着遮个代志，若还佫毋听趁我的话，我就要照恁的罪7倍责罚恁。我要将恁胯口的势力拍碎，搁要互恁的天亲像铁袂落雨，地亲像铜袂当种作。恁的劳苦着磨拢要落空，因为恁的土地袂生产，树木袂结果子。恁行达若甲我作对，毋听趁我，我就要照恁的罪降7倍灾祸互恁。我要放野兽去恁遐，咬死恁的囝儿，吞食恁的精生，互恁的人口减少如荒废。安尼，恁若还毋受教来归向我，行达甲我作对，我嘛要甲恁作对，要照恁的罪7倍打击恁。我要互恁拄着战乱，报应恁悖约的罪。恁若匿伫城内，我要降瘟疫互恁，搁将恁交互对敌。我无要搁供给美牛互恁。迄时10个妇人人要公家用一个烘炉烘饼，照配给分互恁，恁食毋过食袂饱。经过遮个代志，
恁若犹毋听趁我，行达犹久甲我作对，我就要发大受气，甲恁作对，搁要照恁的罪，加7倍担给恁。恁会枵甲食恁的囝、查某囝的肉。我要毁坏恁的山头坛，破坏恁的香坛，将恁的身躯ฮ็伫受毁坏的偶像顶面。我嘛要厌恶恁。我要互恁的城拍荒，互恁的圣所荒废。我无要骗恁的祭物的香味。我要互恁的地荒废，甲恁占领的对得，要因为安尼着惊。我要将恁赶散去列国，嘛要肥刀追赶恁，互恁的地荒废，互恁的城拍荒。恁流亡去列国的时，恁的土地要因为拍荒得到安息。安尼土地就完全休困，享受恁住伫遐的时无互伊的安息。恁中间所剩的人，我要互因伫对得的土地心内惊吓，连树叶予风吹震动的声，嘛袂互因惊甲逃走。无人甲因入，因嘛会亲像在逃闪刀剑，走甲跋倒。无人甲因追赶，因嘛会相克跋倒，亲像人要甲因刣，因会互对得完全拍败。恁会对列国的中间消失，互对得的地吞灭。恁住伫对得的地剩落来的人，会因为家己甲祖先的罪衰微。毋过，因若认家己甲祖先的罪，就是承认因有背叛我，甲我作对，指教我甲因作对，互因受掠去对得的地。迄时，因骄傲固执的心若谦卑落来，甘愿受刑罚，我就会想到我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嘛会不时想到迄块土地。因放杀迄块土地，迄块地颠倒伫拍荒的中间，享受安息。因甘愿为着家己的罪受刑罚，因为因弃杀我的命令，厌恶我的规例。毋过，因互对得掠去的时，我犹久无放杀因，厌恶因，甲因完全消灭。直到违背我家己甲因立的约，因为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我要永远会记得我甲因的祖先所立的约，为着要做因的上帝，我互外族人亲目看到我将因对埃及地带出来，我是上主。以上这个是上主伫西奈山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布的规例、命令甲教示，实行诫命，新春蒙运福。做父母的对子女总是有真悬的期待，往往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希望好还是要搁较好。但是教育方式无拄拄是适才适性，致使袂少囡仔感觉无比的压力。有时阵，包括父母、师长在内的大人，也会用羞辱、贬义、斥责的方式对待囡仔，互囡仔的心受伤累累。检采囡仔学习效果无好，毋干那是囡仔毋听话，更较大的问题在伫大人袂晓表达甲教训适当。传统高压的管教方式，常常出现你爱安怎安怎，也是你毋通安怎安怎等等的话语，真容易影响囡仔对上帝话的感受。
有的囡仔看到圣经出现类似的话语，就认为圣经拢是教条，思想句拗句臭，无想要遵守。有的认为遐个拢是权威的要求，直到内心想反抗。有的感觉遐个是家己达袂到的标准，内心就充满挫败和自责。上帝用伊的话创造世界，佮照家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人却听信魔鬼的白贼，怀疑上帝疼，犯罪远离上帝。毋单单是安尼，魔鬼佮较扭曲人所听到的话，互人容易误解上帝关怀疼的话语，也互人甲人之间无法度正确表达疼。上帝是疼，伊对所疼的儿女是满心祝福。拄亲像本章第19、12节所讲，只要人愿意遵行上帝的话，上帝就要全面赐福，互土地丰收，境内太平，击败强敌，济囝得孙，丰衣足食。上帝阁要亲自甲人同在，绝不离弃。信赖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，相信上帝是带来安慰的慰助者和导师。信仰上帝耶稣是温柔谦卑的救赎主。上帝厌恶用强势欺压人的黑暗势力。伊讲：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有带恁出埃及地，互恁无搁做埃及人的奴隶。我要降断恁的担，互恁举头挺身向前行。当咱平心认捌这位有能力、温柔甲慈爱的上帝，聆听伊的话，就真侪吸引人的精心时刻。顺服伊的话，也无搁再是艰苦代，因为照得做，就会领受丰盛之福。爱遵行上帝的话，就亲像甲厝起点石盘顶，还着全心全力去学习。搁无偌久春节就要来到，这是亲友相聚的时刻。过年期间，你可能会想起有人捌得罪你、伤害你。假使你想要爱一个蒙福的全新开始，就需要照上帝的话对心底饶恕对方。要安尼做并无容易，但是你通先甲圣经中有关饶恕的经文拢列出来，详细阅读、默想。上帝的话带着能力。当你阅读上帝的话，加上祈祷祈求圣神帮赞，当机会出现的时，你也爱做出和善的回应。当你照着上帝的话语和圣神的感动行，这个新春就要蒙恩得福。默想，思想三一上帝的温柔甲慈爱，先领受伊对家己的疼。受疼充满，才会当疼人亲像家己。好好规划新春期间的行程。除了甲厝内的人相聚，也通做伙阅读圣经，分享主的话语，享受心灵的享宴。思想三一上帝的温柔甲慈爱，先领受伊对家己的疼。受疼充满，才会当疼人亲像家己。好好规划新春期间的行程。除了甲厝内的人相聚，也通做伙阅读圣经，分享主的话语，享受心灵的享宴。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
求你互我真实经历你每一句话拢是祝福，帮助我和我厝里的人搁较喜爱读圣经，搁遵行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